十字死光！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到嚟鯊魚先生講故事。今日我哋會講嘅故事係爸爸是超人力霸王，作者宮西達也。我嘅爸爸好強大㗎，佢係超人力霸王，一拳就將外星怪獸打飛啦。我爸爸非常強大，一下就將呢一隻外星怪獸抬咗出水面啊！我爸爸超級強大，十字死光，就即刻可以打敗怪獸啦。但係佢都有啲冇辦法抵抗嘅對手，就係佢個小朋友啦。我嘅爸爸唔會攰㗎，爸爸係超人力霸王，爸爸同力氣超大嘅怪獸戰鬥，嗶嗶嗶嗶，然後呢，傷痕累累咁返屋企，飛啊，嗶嗶嗶嗶，好返嚟啦！爸爸你返嚟啦，我哋一齊玩怪獸遊戲啊！爸爸都會留低同小朋友玩嘅力氣，十字死光攻擊，我輸啦！我嘅爸爸唔會喊，爸爸係超人力霸王，爸爸成日都話男仔係唔可以輕易喊出嚟噶。當佢戰鬥嘅時候，俾怪獸咬咗一大啖，佢就話啦：我唔會因為呢啲小小嘅痛而喊出嚟噶。有隻超級大嘅怪獸嘅時候，佢都話唔可以因為驚就喊出嚟噶。但係爸爸都會有想喊嘅時候。咦？爸爸攞住咗一幅畫喎。小朋友啊，你覺得點解爸爸會望住呢幅畫喊嘅呢？我嘅爸爸唔怕受傷，爸爸係超人力霸王，爸爸嘅戰鬥係好激烈噶。即使不斷受傷，佢都會繼續戰鬥。爸爸輕鬆咁樣話：男人受傷係無法避免噶。但係爸爸都會好怕佢嘅小朋友受傷。阿仔有冇事啊你？爸爸係超人力霸王，爸爸嘅管教方式好嚴噶。爸爸就話啦：整到亂七八糟，玩完啦就要好好咁收拾乾淨啊！但係同怪獸嘅戰鬥工作結束咗之後爸爸就即刻飛走咗啦。睇起嚟爸爸都係唔係好識收拾啊！爸爸係超人力霸王，佢哋呢一齊去到呢一個商店度買嘢喎。小朋友就話啦：哇，嗰個係巴爾坦星人嘅面具啊！爸爸，我要嗰個啊！爸爸就話啦：係咪要嗰個啊？媽媽就話啦：老公，爸爸呢好錫小朋友，但係有時候呢，爸爸都會因為小朋友嘅事情同媽咪起衝突。媽媽就話啦：唔可以啊，就係因為爸爸成日都咁講啊，呢個小朋友先變得越嚟越任性啊！小朋友就話：我要買啊，我要買啊！嗰日嘅晚上超人力霸王一邊睇住小朋友瞓覺嘅樣，一邊製作巴爾坦星人嘅面具。但係呢，爸爸都有啲唔甘心啊，所以呢，佢都做咗超人力霸王嘅面具。爸爸好有趣㗎，爸爸係超人力霸王。工作嘅時候爸爸係唔笑㗎。工作嘅時候，爸爸係好嚴肅㗎。接招啦，怪獸！十字死光！工作嘅時候，爸爸係好嚴肅㗎。但係喺屋企嘅時候呢，係一個好有趣嘅爸爸。我就係巴爾坦星人啦。爸爸係超人力霸王，爸爸唔會輕易放過邪惡嘅怪獸。
但係爸爸咧都會保護啲善良嘅怪獸，亦都會幫助啲弱小嘅怪獸。哎呀，我都唔想侵略地球㗎，我係被逼嘅。所以咧，我從爸爸嘅背影見到咗溫柔。爸爸咧好忙㗎，爸爸係超人力霸王。爸爸對工作啦，永遠都咁認真。接招啦，怪獸！即使係咁呢，爸爸呢都可以喺3分鐘之內結束戰鬥，從來都唔會加班。然後咻一飛就即刻飛返屋企啦。各位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點解呢？因為原來今日係小朋友嘅生日。好彩啱啱趕得上，祝你生日快樂！爸爸係超人力霸王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唔知各位小朋友覺得呢位超人力霸王爸爸同你個爸爸似唔似呢？父親節就嚟啦，我哋快啲俾個大大嘅擁抱爸爸啦！我哋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呢個故事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然後呢，再訂閱我哋鯊魚先生講故事。我哋仲有好多故事聽添㗎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